校事会议制度实施以来，全校总有真侪批评。今仔早起，全校总佮指出讲，伫屏东县琉球国中有一个代理老师，亲像是替过劳死的同事出庭作证，结果互校长霸凌。校事会议真做是打也未讲久。全校总是呼吁县政府随启动无适应校长的调查，嘛要来保障老师的权益。 校事会议编制校长整肃无共意见的根据，全校总加屏教省开记者会，当事人琉球国中的代理教师阿邦伫影片内面讲，伊替过劳致死的同事出庭作证，说互姓所的校长霸凌。像我前几年课表都被调成顶天立地，然后教学组长跑来，就看着我说：“没有，这都是校长调的，他不送出的课表不是这样。”那你能说什么？ 好，这个你也抓不到证据嘛？校长下令调伊的课表，纪录片公开讲伊做伪证，而且伊的服务证明被卡掉的，影响伊偏向有留奖金甲提示。今年一边考试，对方涉及到宗教迷信，造成这个信仰的学生无爽快，要家长无追究，就是讲双方已经有共识。不过校长也是要启动校事会议，全校总批评校长滥权，学校无强化吹哨者保护机制。前后任的主任都觉得不需要，校长还是执意要开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 要卡住后面嘛，要整老师嘛，应该给予立即停止，然后赶快启动不适任教长的机制。记者打电话去苏校长的办公室，无人接。阿邦已经向管区提这场霸凌的申诉，教育处讲正伫咧调查。那调查结果如果属实且涉及不适任校长的情况，本府依法处理，那也确保师生的权益。那后续教育处也会入校做一个辅导，也希望学校能够在这一次的情况尽速恢复平静。 全校总讲，校长应该是停止接受调查。阿邦的案件虽然是个案，也可能是通案，因为校长若真正要变老师，用校事会议的过程就法度处理。校事机制就要规个做检讨，避免搁发生滥诉或者是真济打压老师的工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